我發現網約車呢個行業真係好神奇，佢唔單止可以月入過萬，仲可以大飽眼福。唔知道從幾時開始，網絡上面多咗好多靚女司機。以前呢啲級別嘅靚女，多數呢都出現喺呢個車展上面啊。估唔到網約車呢個咁底層嘅圈子，都可以見到呢種級別嘅靚女。哇！好難唔令人哋對呢個網約車行業產生咗美好嘅期待。我覺得啲平台真係犀利，將呢個美人計玩到出神入化。人哋一個女仔都可以跑得到錢，你話你一個男人有乜可能搵唔到錢呢？一個簡單嘅人設就可以令到各位兄弟忘記咗網約車呢個行業嘅真實情況。拉埋你入去一個車隊度，你喺前面跑生跑死，佢呢就喺後面同啲平台一齊數住銀紙。你真係信跟住佢可以搵得到食啊？定係話打開滴滴嘅呢個電子木魚可以跑多啲訂單啊啦？